高雄人同年向在88风采受从严重路权唔同哦，让政府在上张礼拜提出，为在堡垒还有天机自建起流浪，还为首长提推透露，不过在民冇办法接受，大家都动反对。请中央听我们的声音，请中央听我们的声音，我们要就地重建。同年向宝山村民当天，因为建起嘅所在，就要县政府规划爱做流浪嘅基地。 一直不断的就是说要盖他的缆车，政府没有寻找我们应该要安置到哪一个安全地带，那唯独就是38甲这个安全地带，他又不要让我们居住在这里。高雄县88风灾过後，當到山區部落已經係有安全疑慮嘅所在，除了遷入原居屋，同樣向大部分鄉民都希望能外遷安全嘅土地，其中居屋也係平安屋。不過縣政府唔同意，希望降地開發。 甚至交通上也減少道路修復，改用流浪接駁。這個6點多公里纜車上去的話，那未來這個路政府就不需要維護它很高的等級，我們只有可以讓小車通行，或者有時候不急着修，坐纜車就可以。纜車運送量比一般這個還高。不過山同風災過後已經嚴重變樣，行做流浪，災民認為方法唔錯，做流浪將係開發行為。 歸期同基地留俾災民使用，要找出比38甲還要更安全還要更廣的這個腹地可以做遷建的地方，實在已經找不到了。我們是災民這樣的一個思維模式優先給我們遷居到38甲。縣政府認為流浪是在減少災民山區交通，又是在促進觀光。不過災民認為有好處嘅根本唔見，希望縣政府是在同災民嘅基本生存利益優先考量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